最近推出咗兩隻復古味勁重嘅瑞士新錶，歷史同潮流一樣，都係一樣有個循環嘅。而近年瑞士名錶就揭起咗一個復刻嘅熱潮，經典重現。第一款就係啱啱新推出嘅勞力士最新系列 Land Dweller 127334，佢就復古咗70年代勞力士 Oyster Quartz 石英機芯17014嘅外形，復古致敬菱角形嘅外殼，同埋帶有少少 AP Royal Oak 嘅影子。想當年勞力士都應該有被名錶設計師 Gerald Genta 影響過，所以設計上應該有少少似。新錶就梗係加入咗7135機芯，一個創新嘅擒縱系統，同埋用咗新物料去做佢嘅游絲。成隻手錶就係喺機芯上加咗好多新嘅專利，成隻手錶精準咗、輕咗、避震功能好咗、防磁功能好咗、效能提升咗。最平嘅白面鋼帶原價係124000，仲未出現炒價嘅情況。點解呢？因為成隻手錶都仲未喺市場上面揾到。勞力士通常會睇完市場上嘅反應，先會慢慢開始做貨，應該去到8、9月就會開始有第一批錶。第二隻就係江詩丹頓嘅不鏽鋼版222。點解佢會叫做222呢？就係因為江詩丹頓成個品牌就喺1755年嗰陣時誕生，而222年之後就係1977年，佢嗰陣時就推出咗呢隻222，跟住就喺2022年推出咗隻復刻版黃金色金版222，而喺2025年就參照3年前推出嘅黃金復刻版222，做咗隻不鏽鋼版嘅222，保留住咗37mm 嘅錶殼，一體式嘅鏈帶。個人覺得成隻手錶最特別就喺午時位有個 signature 黃金十字 logo 嘅標誌，原價25萬6，而家炒到大概40萬左右。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手錶嘅資訊，就記得 follow我哋啦。